主后2024年6月25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信搁有形，领受应允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希伯来书第5章11到第6章12节，关系耶稣做大祭司的事，阮有真侪话爱讲，毋过学得说明，因为恁耳孔钝。食恁的拢是婴仔，还袂晓了解是非的道理。大人才食饭，因属灵的心窍有经过实际的操练，才会晓分别好歹。所以，咱毋通停留伫基督初步的道理，着追求成熟，无搁再简单伫脱离死的行为甲信上帝。洁净礼甲按手礼，世人的国活甲永远的审判顶的教示得拍基础。上帝若准，咱要安怎做？遐个人捌互上帝光照，捌谈到属天的文士，捌分享圣神，捌体验上帝话的好处，嘛捌感受得要来的世代的权柄。安尼，因犹佫背信，即款人无法度互因重新悔改，行倒转，因为因佫将上帝的囝钉伫十字架顶，公然甲伊侮辱。土地不时地吸收对天落来的雨水，生产菜蔬，对做事人有路用，这是对上帝领受的祝福。毋过，土地若发草刺甲杂草，就无路用，难免会受咒诅，最后互火烧。所疼的兄弟姊妹，虽然阮安尼讲，犹佫深信恁的情形比所讲的较好，会当得到救。上帝毋是无公道，伊一定会记得恁所做的工作，就是恁为着伊继续伫服务信徒所表现的疼心。阮真爱恁，逐个人对头到尾，保持热心，互恁所仰望的会完全实现。安尼，恁才袂贫惰，才会学遐个对信甲吞忍来承受上帝应允的人。信搁有形，领受应允。伫人生的道路，咱总是会面对逐种困难的课题。就算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人，也未免得会拄着信仰的障碍和疑惑。当咱无法度解决眼前的困难，也是毋知灾难为虾米临到咱的时阵，咱的选择是虾米呢？是离杀正道，还是重新悔改？或者是咱持续相信，愿意耐心听候上帝应允实现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当当时陷入困境的犹太信徒，面对信仰，爱向着成熟的方向前进。作者用食奶的婴仔做譬喻，劝勉当当时的信徒爱渐渐对食奶变做食饭。也就是讲，拄亲像人的身躯会对着年纪增长成熟，信仰生命也共款，爱渐渐迈向成熟，因为丰富的经验，会晓辨别各种行为和思想的好歹。
袂当一直亲像囡仔共款，一直是伫信仰的初步阶段下功夫。作者希望信徒伫信仰历程中会当持续忍耐、坚定不移。伊阁劝勉信徒毋通变淡，是爱效仿遐个有信心阁持之以恒的人，持续帮赞其他信徒，通互因所仰望的一切拢会当实现，将来通领受上帝的应允。对伫迄蒙得上帝的光照，谈到属天温顺滋味的人，作者阁期待因分享圣神的美好，真实体会上帝话语的佳美，感受末世的能力，成做真正的基督军队者，行点得救的道路。美国一间药膏公司伫今年初公布一项新挑战，参赛者只要1个月期间无使用智慧型的手机仔，还会当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，就通抱回$10,000的奖金，大约新台币30万到60杯的药膏。迄间公司宣称，阮相信简单才会当真正互人感觉自由。阮的品牌精神是去除无必要的物件，就亲像伫药膏中间使用上少的原料共款，只要减少所谓干扰，就会当提升生活满意度。这个挑战再在考验手机仔上瘾者。生活伫科技快速进步的21世纪，人经离袂开智慧型手机。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，差不多拢需要靠手机仔来联系、记录、查询。一旦离开手机仔，也是网络断线，还亲像任督两马，袂通分心，袂畅快。过度依赖手机仔，毋干那影响人的生活，甚至影响信徒的灵命。假使咱面对袂当使用手机仔的挑战，生活作息减还会当维持正常吗？我想必须具备无比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心，才当免拄受所谓科技的限制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传统时的信徒讲：阮真爱恁逐个人，对头到尾保持热心，互恁所仰望的会完全实现。安尼恁才袂变淡，才会学遐个对神甲吞忍来承受上帝应允的人。愿今仔日每一个真实军队基督的人，也当伫单纯的信心中，享受伫主里的自由，用疼心显明家己是上帝的子民，活出属天的热情。梦想面对生命和信仰，我是往成熟的方向迈进，还是原地暂步咧？面对生命和信仰，我是往成熟的方向迈进，还是原地暂步咧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赐我够额的智慧来面对困难，有能力面对软弱，引带我日日进步成熟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